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牧师。今天2月5号，我们要分享的是同心祷告，面对艰难。我们要读以斯帖记第4章15到17节。先来看今天 RPG 的金句。我再告诉你们，你们在地上如果有2个人同心合意地祈求，无论求什么，我的天父一定为你们成全。马太福音18章19节。5名大学生礼拜天访问伦敦，他们决定到施布真牧师的教会听这位名牧讲道。在等候大门打开之时，有一个人来招呼他们说：诸位先生，我来带领你们参观一下。你们可能想看看这间教会的发电机吧？那时正是7月的大热天，他们对发电机一点也没有兴趣。为了不悖逆对方的好意，只好跟着他走。他们随后走入地下室，有一扇门半遮掩。那位带领的人小声地告诉他们，这里就是教会的发电厂。这几个学生大感意外，他们亲眼看到至少有700人跪在那里祷告，祈求上帝赐福。等一会儿在楼上即将举行的敬拜，轻轻地关上门，那人才介绍自己，他不是别人，正是施布真牧师本人。有那么多的代祷勇士，他们用祷告支持他们的牧师，难怪施布真的讲道如此有力，又有功效。每当他传讲信息的时候，就有许许多多的人悔改归向上帝。施布真把他牧会的成功归功于那一群祷告的勇士。他承认，倘若没有这一批肯付出时间、肯付代价的门徒在背后代祷，那么他的服事工作就没有那么大的进展。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也常常为牧师这一些团队来祷告呢？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以斯帖他面对生命的转折，他的态度在此出现一个决定性的改变。之前他一直是处于被动的姿态，身为犹大人，却被国王认为是异教徒。周遭的人只知道她很美丽与柔顺，但如今她要采取行动掌控这个局势了。以斯帖给末底改的指示相当简单并且直接，在第16节一开始以去这个字命令末底改，并指示末底改必须去招聚城里书珊城里面所有的犹大人，因为他能够联络到他们，要他们同心来禁食3天。这里禁食的规定相当严格，要大家必须不吃不喝3天，和照常吃喝宴乐的国王与哈曼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对犹大人而言，这个禁食的要求非常高。不过以斯帖和他的宫女可能应该不是犹大人，他们也要如此做。
此处的禁食显然和第3节提到的禁食不大一样哦。第3节的禁食可能比较偏向哀痛，而这里的禁食则是预备以斯帖要进去觐见王哦，要违例来觐见王。那作者要借这个地方不经意要指出禁食的背后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原因意义。经文并没有细述他们如何禁食，但伴随着祷告的禁食，通常暗示请求上苍或者是上帝来帮助。不过，为了和整卷书其他部分一致，作者仅点到为止。因此，此处的重点在于上帝的仆人他们的忠心与决心。以斯帖与他的同胞对上帝委身的同时，他们也彼此委身。有一句在基督徒之间常听到的话，放手交给上帝。若我们将这句话解读为有些事情是我们无法靠自己完成的，这就和圣经的观念是一致的了。弟兄姐妹，我们来谈谈为何要禁食祷告。禁食祷告的意义有哪一些？第一个，禁食表示将上帝放在第一位。许多时候，我们以吃喝和睡觉的方式来享受神对生命的祝福，也有许多时候，我们应该放下这一些的需要，专心来寻求上帝的同在。所以专注就是注目在上帝或是耶稣的身上哦。第二个，禁食是一种放下属世忙乱生活的心态，为要全心专心或是倾心为一项特别的事件来祷告。这一件事件可能对你很急迫，是重大的。第三，禁食表示恒切的祷告，它表示对神的热切 的渴慕的心，要持续祷告，直到得到神的回答，是不是，或者是等待为止。第四个，禁食表示挪去拦阻及重担，专心为一件看似不可能成就的事，但是透过禁食祷告是极有功效的，是超越这个困难的，超越你的能力的。第五，禁食表示悲伤与哀痛，它可以是深刻哀痛，或者是失落的象征，却也是面对伤痛的时候坚定与果决的表现。第六个，禁食表示寻求谦卑。旧约中在赎罪日禁食的目的是要使自己谦卑下来，在本质上，禁食表示我们向这位神敞开我们自己的心，愿意认罪，并重新来归向上帝。第七个，禁食表示喜乐。跟我们过去可能想象不大一样，在撒迦利亚书第8章19节提醒我们，神曾在某些喜庆中命令禁食，使禁食有时也带着节庆中的喜乐。第8，坚固信心，要支取必要的信心与从上帝来的能力，得以去驱逐及攻破黑暗的权势，这包括敌人的能力与他的势力。靠着禁食祷告，胜过这些的邪灵污鬼。以上我们看到有许许多多的这一些的意义，可能还有其他的哦。那牧师整理这一些希望对我们有一些的帮助。也当我们在面对重大的抉择或者是重大的艰难时候，我们可以借着
禁食祷告，专心来到上帝施恩的宝座面前，迫切来祈求。除了做我们该做的事之外，我们无法改变、无法做的事情，我们就放心交托给主，如同以斯帖凭着信心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上帝来掌管。我们来思想，决定冒死觐见王的以斯帖，要末底改召集书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他禁食祷告，这对你在面对困境的时候有什么提醒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在我们软弱无助的时候，感谢你为我们预备我们所需要的恩典，等着我们开口向你来祈求，专注的、全心的来向你祈求。感谢你赐下祷告这个管道，好让我们能够亲近你，向你倾心吐意。当我们面对重大的属灵的征战或者是困难的时候，亲爱主，你提醒我们可以借着禁食祷告经历圣灵的大能，并且能够胜过一切邪灵的势力，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得着自由与释放。但愿圣灵上帝随时提醒我们，警醒祷告，一起经历主你所要赐给我们的丰盛恩典。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可以与朋友分享。我是刘波牧师，祝福您平安、健康、喜乐、蒙福。我们下次再见哦。